蓮塘香園圍口岸連接路咧，其中一段係4.8公里長嘅龍山隧道，完成之後咧，將會係香港最長嘅陸上行車隧道。連接路咧就全長約11公里啦。咁沿路咧係有4個交匯處嘅，當中咧最大型嘅咧就係呢個粉嶺公路交匯處啦。蓮塘香園圍口岸係香港連接內地嘅第7個陸路口岸，佔地大概18公頃，連接深圳嘅東部。龍山隧道南北兩段分別採用咗2種方法興建。由粉嶺公路至流水響一段，因為地質堅硬，採用爆破方式建造；而流水響至來洞一段，因為土質鬆軟，地質情況複雜，就用咗隧道鑽挖機建造。2種方法同步進行，大大縮短工程時間。鑽挖機直徑14.1米，係香港至今採用最大型嘅雙模式土壓平衡隧道鑽挖機。佢嘅特點咧就係可以按照唔同嘅地質條件啦，用唔同嘅方法去維持隧道挖掘面嘅壓力平衡，因而咁樣有效咁樣維持挖掘進度。佢配備咗承建商自行研製嘅系統啦，能夠即時檢測鑽頭零件嘅損毀程度啦，同埋亦都配備咗一個機械臂，可以代替人手去更換損耗咗嘅刀具零件嘅，從而大大去提供施工嘅安全效率啦。鑽挖機喺2015年11月從隧道北面入口開始鑽挖南行管道，到今年3月鑽挖段南行線正式貫通。承建商喺流水響工地開挖咗一個長40米、闊27米、高23米嘅地下洞穴，俾鑽挖機掉頭繼續鑽挖北行管道。隧道鑽挖機咧，大約係重3200噸，長大概100米。要將個隧道鑽挖機旋轉啦，同埋打橫移動，而唔撞到四周嘅岩洞嘅牆壁咧，要求嘅技術非常之高。我哋首先咧將佢分為咗5個部分啦，然後逐一將佢放上去6米直徑啦，重大約130噸嘅大型水平鑄本上面，逐一咁旋轉啦，掉頭嘅過程咧，需時係大概3個月嘅。呢一個技術咧喺世界上咧就好罕見，喺香港亦都第一次使用嘅。將佢掉頭再挖掘咧，可以節省咗一部隧道鑽挖機嘅製造成本啦，咁大大提升咗成個工程嘅建造效率啦。龍山隧道南面出入口連接粉嶺公路交匯處，主要工程包括興建4條高架橋，總長約4300米，係連接路4個交匯處之中工程最大型同最複雜嘅一個。由於交匯處橫跨粉嶺公路同埋港鐵東鐵線，為咗減低對交通嘅影響，工程採用安裝橋面預製組件嘅方式建造。最主要嗰個困難咧就係在於工序裏邊咧係需要用預製件嘅吊重機啦，咁去裝嵌每件達到46公噸重嘅橋面預製組件嘅。為咗確保呢個交通嘅安全啦，裝嵌呢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哋只可以喺凌晨咧嘅2個小時裏邊係完成嘅。就要100%咧，確保咧冇任何嘅物件或者係工具咧，從呢個工作台咧跌咗落去呢個路軌，又或者係呢個行車道上邊嘅。蓮塘香園圍口岸係香港同深圳第7個陸路口岸，跨境車輛同旅客可以使用呢個管制站往返香港同內地。口岸嘅設計概念強調以人為本，兩地嘅旅檢大樓以跨境行人橋連接，建築風格統一。佢亦都係第一個設有人車直達設施嘅陸路口岸，有私家車上落客區、400幾個車位嘅公眾停車場、公共運輸交匯處，同埋連接蓮麻坑路嘅行人隧道。旅客嚟到呢，唔再需要特別去搭一啲口岸嘅禁區巴士啦，係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，又或者係自己揸私家車嚟泊低咗，然之後就過境。我哋希望令到旅客過境嘅時候更加方便快捷啦，亦都有效率啦。嚟到來往深港兩地。蓮塘香園圍口岸預計明年年底落成啟用。成個連接路咧可以改善北區嘅現有嘅道路網絡啦。現時由粉嶺嘅九龍坑咧駛去沙頭角嘅來洞啦，或者香園圍咧，分別大概需要15同埋30分鐘嘅。車輛咧將來經過我哋嘅連接路咧，去上述嘅地點咧，其實只要需要4分鐘同8分鐘嘅啫。新口岸咧每天可以處理旅客咧3萬人次，同埋車輛咧17850架次，亦都可以舒緩咗文錦渡口岸嘅而家嘅繁忙情況。新口岸咧同埋佢嘅連接路咧，將會縮短來往香港啦、廣東省東部、福建省同埋江西省南部嘅行車時間，
使到我哋咧同內地嘅經濟腹地咧連接得更加好，更加鞏固香港喺珠三角區域發展嘅地位。